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于欢收看10月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去年2006大地震以后，市府运用善款，不只在上短时间将三大庆德大楼甲回乡建物陆续完成重建修好。上午，京城银行、新华分行嘛抱着感恩的心情进行动土。对动土典礼即刻，不只是金城银行、新华分行伫2006地震过后重建工程，更向前台南市行过地震。不止政府运用善款处理建物已经好势，民间自行处理部分马龙上轨道迈向新的里程。就今天里很高兴参加我们金城银行新化分行这个重建的这个动工典礼。那么这也象征我们台南0206的震灾各项的重建不只是政府所负责的部分，也包括民间自行处理的部分，都已经顺利的上轨道。好，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重建一个新的里程的一个展开，非常值得庆祝跟鼓励。该银行虽然伫即摆地震是受灾户，不过却将政府150万的灾害补助金捐予重建基金，帮助各地受灾工程。毛市长伫致辞当中表达感佩。同时，银行董事长表示，即摆地震互因真大的启示甲成长，未来建物只有2层楼。不止做生意，而是用下生活在地特色，划出40坪广场，作为社区居民的休闲空间，加公益团体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概也有相当长时间一直在想，我们要不要来在这边重建？那究竟要怎么重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块土地在塞满一栋大楼，那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去体会新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区域，它需要的是一个重建的一个10几层的大楼，还是我们应该盖一个跟新化文化人文能够配合的一个建筑物留在这里，来纪念我们去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跟周边邻居的一个融合去体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选择了盖一个2层楼高的很简单的建筑物，大概是这一排应该2层楼高算是最低的一个建筑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银行表示，总建坪148坪工程，预计明年7月底完工，希望持续深化在地精神。等新闻军及郭培义采访报道。为了纪念巴克利博士一生对台湾的奉献，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每当伫10月5号伊过身之天，拢会办理追思会。上午市长李梦燕等各界嘛拢共同出席悼念。伫苏格兰出席的巴克利博士，伫1875年来到台湾，创办了台南新学院，以及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教会公报》。另外，地震期间，曾经代表台南向日军交涉，互台南免去战争威胁，对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大。对此，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每当10月5号巴克利过身的纪念日，拢会举办活动来感念伊。因为巴克里牧师，对台南，甚至对台湾，其实是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么，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的生平。他对台南的贡献，那一个外国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他有美好的前途。其实他是科学界，电子界的博士，在当时也是，英国苏格兰，的名校毕业啊。那么，他所研究的论文都有列入，我记得是有一个论文是电容，电容器方面的这个论文。也有列入大英这个百科全书里面，等于是在当时的科学界，他算是科学界的翘楚。如果他继续的待在英国，待在他所熟悉的科学的学术界，
我想他也应该会有非常大的成就跟贡献啊。那甚至应该说但是他离开，他愿意冒险犯难，为上帝奉献，离开他的生活的舒适圈，那远渡重洋来台湾，就60年，而且在台湾包括创办全台湾第一个中学，创办全台湾第一间报社，还有引进印刷术，引进印刷的技术，让教会文字工作可以继续的推广。一个社会的进步，或是一个城市的进步，民间的参与，主动的参与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设公司的啦，还有学校单位的啦，还有媒体单位的啦，还有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就这样子的投入，而且都是无私的，不好，然后都是这样子的奉献那真是很感动那我再一次谢谢大家。除了举办读书会，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伫10月20号举办台南和平纪念中英消息记忆活动，希望结合艺术加游行，让更较侪少年一辈朋友会当知影巴克利博士对着台湾的奉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虽然今年台南市也未传出天高日本土病例，不过议员蔡秀惠呼吁市府唔通大意，一定要继续加强防治天高日。同时嘛，建议环保局重新启动全面清水沟计划，对根本来预防。过去台南市曾经爆发严重的天高日疫情，在市府甲民间等侪党员努力之下，今年台南目前也未传出本土病例。议员蔡秀惠呼吁市府千万袂当疏忽，要继续进行宣导甲相关防治工作。即次也建议环保局继续执行忍者龟计划，也就是针对民众厝后的水沟进行全面清污作业，以彻底杜绝病危亡的滋生。因为我们可以请临工3个月、4个月的临时人员，我们对于屋后的清理做一个专案。那你要去评估，当然要评估整个台南市的屋后水沟到底有多长、有多宽、有需要多少人力跟需要多少经费。我觉得用一个专案去做一个延续之前的忍者龟计划，屋后的水沟也去做清理，这是我们的寄望。希望说局长你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评估，然后可行性的评估之后，我觉得如果需要经费，我们要去筹这个经费，甚至我们可以请市长动用他的第二预备金，或是怎么状况，或是我们自己局内卫生局所有的局内可以相关的单位去云支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觉得对整个台南市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卫生局指出，由天高日防治中心办理的相关卫教宣导活动，已经有13000多场，未来将会继续宣导。而环保局也回应，目前民众厝头前的水沟，拢是由环保局负责清理。而针对忍者龟计划的推动，将会再详细评估。台南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环保局接科清洁队员规定，女性爱通过体能的测验，需要排12公斤的沙包。技术议员林美燕认为实在上过拼命，而且根据环保局资料显示，女性露出的比例不到1%，批评根本违反性别工作平等，要求环保局调整考试的制度。议员林美燕提出2年来女性报考台南市清洁队员的数据，发现录取比例不到1%，质疑违反性别工作平等的规定。同时，更指出，在台南市清洁队员体适能考试当中，女性被要求爱12公斤的重量来回走，实在伤拼命。建议环保局再做调整，以减轻考试民众的负担。你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体能去限制女性的一个就是报考一个资格。我想你应该偏重在利用完女性本身的天性。女生本来就是比较柔的，比较细心的。我想这是大部分大家拢安尼嘛拢知影的啦。所以我是希望讲，你未来在整个去招考为清洁人员在这里面。你应该多去用一点心，发挥每一个人的就是一款的本人也天性也优质。
针对议员的建议，环保局答应在体适龄测验的项目当中，将会针对重量来进行检讨，然后再做适当的修正加调整。但新闻站上林根采报道。现在毒品的形态多变，互人对包装根本无法度知影。加上顶个月发生伫台南一间酒店后生疑似食毒过量死亡，让互议员王家珍相当烦恼。所以想我呼吁市府要赶紧制定毒品驻地条例。针对日前台南一间酒店服务生疑似因为食毒过量，产生亲像韩国电影《失速列车》当中的穷死共款，伫路的行，最后人也过身啊。因为有家真烦恼类似的情形，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发生。尤其有真侪毒品，佫会加做是糖啊、饼啊等等的包装，互人一时分辨袂出来。所以建议市府设立毒品防治驻地条例，来严格管控。预防重于治疗，对不对？你们讲预防重于治疗，表示要防患于未然。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加强法制，做一个自治条例，给所谓的相关毒品防治中心更强而有力的依凭，来防毒于事先？地处卫生局表示，食毒有可能会引起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不管对身体也是心理，拢会产生依赖。强调毒品的防治，除了靠公部门以外，更需要全民做伙来打击毒品。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休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南区区公所主办，万丰宫所承办的古迹文化季，将伫10月12号到13号举办。活动期间，除了趣味的文创单位以外，也有喜秋地区独有的古迹祭典，相当有特色。南区公所对104年开始举办喜事集，结合社区力量，推出真侪有创意、卡数的小礼品，吸引大批游客来到南区观光。今日区公所为了扩大观光效益，结合了喜秋地区的代表，举办万丰宫古迹文化季以及喜事节的文创市集，希望当带来1+1大于2的行销效果。真正不行，还等于有这个办，所以说大大这里才出现一点的大大还在每个地方的东西来打建，所以好点管理的时候，咱各位的在这个方向啊，当中为什么关这个刚刚在起草，当时其实在刘启统区长跟张惠伟区长。着力非常的深，当时预交的华新计划的经费，把我们喜事集打出了知名度之后，我们要接手，我接手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吃力，是因为经费真的相当庞大。好，那我发现公所当时有华新计划的钱可以支援，现在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来拜托我们 next week 说那个大庙可不可以一起下来协助？然后蔡主任才一听到就说。这个是大庙应该负担的在地的责任，
但是它有管理委员会需要跟管理委员会沟通一下，也很佩服我们主委他跟管理委员会沟通了2、3次之后，那管理委员会也来支持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动手不是抽手啊，以及发言，我们也是跟我们大庙一起来合作，希望能够把我们喜事集更加的推广出去。依像万丰宫古蹟文化柜以及喜事节文创市集，对10月12号到13号2天将伫庙埕登场。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来认识南区独有的庙宇文化。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2天前首次办理的全国街头表演比赛备受好评，所以今年扩大办理。对122组的参赛队伍当中，选出21组。今日11月25、26 2天伫水平公会决赛，也欢迎民众做回来欣赏，替选手加油。专业的街头艺人虽然是无准备的即兴演出，但伊用趣味的动作，让现场气氛充满欢乐。今年度由文化局所举办的全国街头表演比赛，伫咧初赛过后，对900组当中选出前21强，将会伫咧11月25号甲11月26号伫水平湾公园进行公开决赛。街艺狂想的活动是从2015年开始办理。那第一次办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海安路，那当时候刚好登革热刚过，不过整个台南市的观光人潮还没有回流，所以我们透过了第1届的街艺狂想，把整个观光人潮又把它带回来，所以让台南市的市民对于整个街头艺术的表演，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年办理，我们提早开跑，那透过网络的票选，总共有122组的街头艺人来参与。那么我们透过整个票选以及专业评审的评审，总共录取了21组的街头艺人。那即将在11月24号、25号、26号，在我们台南市的水平湾公园展开总决赛。所以这次的可以获选的这21组的街头艺人都非常的杰出，非常值得大家共同来欣赏。这个无同款类型的街头表演艺人，进入决赛的有8组属于纯音乐类，13组综合表演类，共同竞争冠军甲34万的总奖金。这寡街头艺人希望借由安尼公开比赛，让家己的专业表演实力受到大家肯定。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地迈向智慧城市方案当中有一项计划，叫做云游学，不但有民间关键554台平板电脑，而且今年还有12间学校要加入行动学习的教育课程，让未来学习更加多元趣味。随着时代潮流，行到倒、学到倒的行动学习，已经让教育更加多元加丰富。所以包括主良、中心、德高等5间学校，现在透过中央加地方共同合作的云游学计划当中，用平板电脑等装备的辅助上网，对着偏向学生的学习加做趣味，嘛提高学习的兴趣。上午伫记者会中，嘛拢将因各自的创意课程呈现。不然去发现这个云游学的平台，它是一个非常不会受到其他负面的一些相关影片的一些干扰，它是单纯针对教育的一个宣传，也让家长社会能够看到我们教育的现况，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甚至即时的影像也传到这个平台上，家长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即使他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他小孩子在学习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平台呢，小孩子也可以在家里面跟同学分享，把他分享的所得也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去做互动跟沟通。所以这个平台呢，在学生里面呢，它使用的非常踊跃，包括现在已经延伸到所谓的寒暑假的暑假作业，它也能够用得非常的纯熟。所以这个平台对学生跟家长、老师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操作。该项由台南市政府甲远传电信所合作的智慧城市计划当中一环，目前第1期已经有11间学校，培训250名教师，分别伫这个平台开设900门的课程，成果丰富。未来第2期嘛将补助554台平板电脑，导入12间学校的行动教育。去年接受我们高通公司的一个捐赠，这650台这个高阶的平板。那另外也配合工研院所研发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云游学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那我们已经有12所学校是设为种子学校，有250个老师教师那参与这样的计划，那3000个小朋友去来使用跟学习，那整个也开发出900种这个新的一个课程体验课程那就我们的了解，造访的人次来造访人次已经有达到58万人次，那这个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硕。其中嘛，期待咱后一代教育伫结合科技的应用，会当更较新、更较快，甚至寄望后一个贾博士对咱台南诞生。电新闻本及王志豪采访报道。拄好迎接中秋航马季节，餐饮集团所属的航马品牌，伫南部的第一间选择进驻新港3月小西门，主打不超所得，会当以较无共的肉品来设计套餐，就希望去少年人的眼光。目前全台有5间分店的航马连锁品牌，选定中秋正式将第6间分店进驻百货，1楼总共106个座位。对工业流行的装潢、回收简单的装置艺术，并少年开的设计当中，来品尝澎湃套餐台湾肉片的选择，不止分量充足，双人套餐13块左右起跳计销，都希望去少年族群的眼光。烧肉童话其实基本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比较年轻的族群，希望能够吸引年轻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的装潢风格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就是所谓的时尚工业风。那其中每一家店有不同的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元素，就可以看到我们背墙上都会有一个主题墙，是所谓的回收，所谓的空瓶、回收酒瓶，这个都不是为了店装潢而特别制作的，真的是回收来的。所以我们希望有环保、绿色的概念，但是又让消费者、年轻的族群觉得是很新鲜、很活泼的。那另外特色在于我们的吃法，我们烧肉童话的吃法跟有别于其他的烧肉业者，主要是我们的餐点不是只有提供生肉让消费者烤，我们还特别在今年9月推出了新的菜单，升级版的菜单。菜单内容主要是把不同的肉品分成不同的套餐等级，所以你要吃 Prime 的，要吃和牛的。不同的老饕，你有不同的需求，都可以满足你的胃口。当然，除了吃美食以外，店内嘛提供趣味的变装，会当穿家己介意服装做角色扮演，去上留念。我们跟消费者族群的互动，就是希望他觉得这个烧肉童话是好吃、好玩又有趣，所以不是只有来这边光吃东西而已，美食一定享用得到，但你还可以玩。怎么玩？我们当然会有跟很多消费者的互动活动。那你要自己玩自己嗨也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有变装秀。我们的变装内容包含漫威英雄系列，然后还有像白雪公主这些童话故事，小朋友、大人其实都会非常 enjoy 在这家店里面的氛围里面。为了迎接中秋航马旺季，10月5号进前试营运期间，原本4赛澳洲河牛只要1块，而且开幕前3天嘛拢有特别的优惠，提供爱食的民众一个好康的选择。电新闻本及郭国义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用眼过度，嘛，互50岁以下出现白内障案例愈来愈多。医生表示，主要原因大部分拢是高度近视，所以医生特别提醒，一旦发现视力快速退化，但注意有可能是白内障的征兆。目睭是灵魂之汤，但现代人常常因为用眼过度，佮加上休困无够，所以造成近视。而且医师提醒，若是演变做高度的近视是相当严重的，因为高度的近视真容易会引发白内障，也会提高视网膜病变的几率。民众若是成年以后发现有度数向增加的状况，就要特别注意。我们在临床上就发现说，这种早发性白内障的这个个案越来越多。那其实早发性白内障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高度近视或者是它本身有外伤，或者是糖尿病的病患或者有时候是一些滥用类固醇的一些患者。那
如果说病人他开始有白内障产生的时候，那这种早发性白内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近视度数常常会莫名的增加。哦，那一般在这个30-40岁以上，度数应该是不变的。如果说它的度数每几个月它就会增加个100-200度，那这种不寻常的增加，应该就要考虑到有早发性白内障的可能。那这时候也许不只是要配眼镜，应该要尽早到眼科这边来做一个检查。这款近视引发白内障的状况，伫咧需要大量用目睭做工课的医师这款指甲当中，也发生不少案例。严重的话，甚至需要开刀来替换眼球内底水晶体，才会当恢复正常。也因此，目睭的保健是相当重要的。医师提醒，爱护目睭适当的休困，才会当保持健康。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最风的天气，温度29度到34度，落雨9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5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